All right, gentlemen, we went over the rules yesterday. Please obey my command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If you don't, I will for you. Gentlemen, there are the belt lines. Nothing below that. We all clear? Any questions? Touch them up, come out fighting.好的，各位全民朋友们，现在将要开始的也是今天全力巅峰的头条主赛，是由丸木灵介对阵伊利夏提艾尼瓦尔的一场比赛。没错，这场比赛非常有看点了。红色拳套伊利夏提，黑色拳套是丸木灵介。那这次伊利夏提的这位对手丸木灵介，林飞老师您了解吗？丸木灵介目前职业战绩实力不仅相当好的流率。没错。没错，那所以说这次伊利夏提面对的这位对手实力也是不可小觑的。这是一场保持在国际2星级评级的赛。没错。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这次伊利夏提为了这场比赛也是推迟了自己的这个婚期对，婚礼也是非常重视这场比赛。那当然呢，也同时找了美国这个 IHP 的这个教练进行辅助训练同时，我们的田野老师也到在北京指导了几次伊利夏提的这种训练。伊利夏提在压迫对手。没错。非常扎实，出拳的分量非常。对。虽然从两个人的这个肌肉维度上来看，伊利夏提好像是占一点优势没错。这次降到160磅呢，伊利夏提也是9公斤，花了2个月的时间降重下来对。当然，虽然说看起来这个伊利夏提的肌肉维度更大一点，但是丸木灵介的这个出拳并不轻。没错，并且比赛的节奏也不错。继续持续的压迫。前手，前手。伊利夏提也要小心对手的重拳。第一回合还有不到10秒的时间，非常不错，前手拳的迎击。Bye.